来乡亲啊，就伫个这个礼拜六要来投票论输赢咯。政府宪部的规定，确诊者就要隔离5天，袂当来出门。也就是讲，为今仔日开始，确诊的民众拜六就袂当来投票咯。违法者相关罚款200万。卫福部长许瑞元讲，这个领选票甲确诊拢有记录，事后要来追查无困难，请确诊者都要遵守着规定。也毋过，这款的规定嘛引发着社会各界的讨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嘛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陈培铁，伊讲，若是确诊者袂当出来投票，政府嘛无提供其他投票的方式，这等于是剥夺着人民的参政权，恐惊会造成宪政危机。卫福部长许瑞元是来点出着宪法第23条。讲为着要来促进公共利益，防止妨害他人的自由，维护公共的运转，本来就会当依法来定规定。另外，专家嘛提醒民众，若去投票要做好防疫，这个票投了出来了后，会记得找所在，马上来洗手，或者是喷酒精。选前拍遮久，总算接近投票这日天啊！会当投新城一票，无遐简单。配合确诊者5天隔离的政策，意思就是讲，你就要为今日起，拢要健健康康，一直到11月26的投票日。若无依照规定，一旦伫今日起被通报确诊，等是甲这礼拜六的投票无缘啊！若是违规出门呢，上济会互人罚200万。我觉得我蛮赞同的耶。怎么说？因为家里面你如果说确诊出来又传染给别人带回去，更多人会感染到。想办法看是不是可以隔离投票或者远距离投票之类的，要不然这样子如果很多人确诊，那票他想投的话，那对权益也是损失吧。这个确诊者袂使投票的禁令，伫台湾是头一摆。中研院院士、台大医学教授陈培铁表示讲，这是剥夺民主制度上基本的参政权，会造成宪法的危机。是讲卫福部长许瑞元直接讲出宪法的禁忌。宪法23条，紧急避免紧急危难，为了促进公共利益，防止妨碍他人自由，维护公共的这个秩序，本来就可以依法律定制了。陈培铁认为讲，政府应该尽全力找一个互人民行使主权上适合、安全的方式，唔是用恐吓的。建议互确诊者穿隔离衣，透过事先由专业人士确认出门投票。也不过上烦恼的其实是，你退队，你莫讲倒，你退队。就惊讲莫讲，真正无人知。就惊讲投票迄一天有人无爽快，有设一个防疫专区，有镜头的人会使投票，尽可能莫影响别人。当然，上要紧的就是自身的防疫。选务人员那种户籍章的一个接触那我说那个在拿笔章盖票的时候的一个接触那在这个离开之前，然后你一定要完成洗手的一个动作。指挥中心估计，依照目前的情形，甲扣除20岁以下无投票权的人来看，市高应该有5万人到7万人会受到影响，袂当去投票。